把决定帐篷把来那干鸟上，农南家熊230能够一地撒脚，星期六农历6日能够走，农南没压晒不的蒙查满。甘肃省古兰县办普地球张口球鸟，加普群众路宁挖到中多。云南省是说此刻参战独类的生态，保证类自云南同差市等目。关南朝着老熊的琉璃锤，北墙到熊南路挖沙塘半区，莫路宁挖到成都路。甘肃省古兰县要找六盘山集中凌晨plan最普地球，要地高北路自从规划都减用。地球个早一盘来按油脂价一盘多年的时机，是说办的群众赞成了。熊230个抓落一里，习近平总书记多做古兰县富民烧茶，晒说的群众，你哈达单办来诺就要为了米业，办米业可容人就要单办的来诺，通过是说办草，湖南富民烧茶的群众能都一多一容完。进度那里西北地球闹横。但跨鸟甘肃古兰县富民新村的火桥肉拿棚抓空抓肉，火潮的火整天正鸟火拿棚3年的自律刷，你哈卡多少蒙的，一路拿棚一熊桥到欧级自律刷，可鸟到欧万来咋？这叫自律刷呢，看到了咋？比他被鸟追了，叫能够么被叫么得看到了海洋岛。富民新村老茶资本到头短行都要自古兰县到中考汉战斗断鸟类，向230个抓路一里，习近平总书记忙着开年挖到不以熊的富民新村，鸟李延川一伙贼，李延川着总书记汇报下达，华南米村子鸟在考中就忙斗狗，你哈宝兰杯蒙万拿碰交叉样有咋错？幸福得了，幸福多了啊！这是就共产党。是不是跟我觉得真正好的啊？你们高兴，我们也高兴。这个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就是给老百姓办事的，老百姓的幸福就是共产党的事业。张下南要投稿李延川莫口到总书记沙雷，那以后你们同做鸟类最多场。来后古兰县南部到中靠汉只打断行鸟来追，对地球个中路很多，地球之中困扰后，怎么中给我更斗烂，沙猫苦猫烂，怎么来后要花烂地苦伢茶。吃水不方便，日料的落成。后来也到么牛菜么哈，烂很大，同做好为哈来挂落。家己一盘来按油指头一盘短行路问题呢。战球鸟要最重的注意，像230高乡，古兰县东头木挖富民新村，挖那在更斗秋山猫，电话更斗地贼，山猫空猫那方便，自来水挖做老才一能热，给水泥挖做老在口中，大哈达在挖到中，秋鸟环境中，等快一查群众好生查怎么给口杂。他个政策张开了，怎么合理挖，怎么参与。这挖到容高，但个怎么这里手怎么冇闹啊？战球鸟主要头一桌，最远进来要压家对群众鸟鸟抓枪，查到湖里挖，看到杂事。掌告实际情况，富民新村东头木挖拿棚交叉样，他挖这有咋错？怎么咋？地球个政府挖到政府补贴他北熊体系大框，怎么技术？地球个就专门组织农业技术专家。莫做求斗卡，自保也挖钱莫得莫，地球个就征收了参与版，叫得多次莫出也莫得莫。接下挖南，李延川一夜挖到了一路温室那棚，他暴露最有咋错，一熊看到草头1万来咋。要打总书记找多难，湖南国际那么国学杂草，国学都吃，国三多吃，好一样嘎吃和总书记了呢。华南富民新村一会挖到老伯那个欧路那棚桥出样，挖到直播老桥路最有咋错？像230能够火烧对短行可以是来咋？平摊一度做周差一百烂件黑。或正路古兰县得刚挖到个欧路移民新村他泸州米城镇，加到中靠汉找完到头短行占满了最差鸟。像230能够古兰县正式来当灯泡。
越南要长江那类对到了一路身份，保长江那类生态安全，始终办生态文明建设，只但保越南和干对南岛项目对话岛上，那为国家发展大局使得plan说，继续那路，越南通过从治理联合的，使得此刻它保护长江那类老早的地区，保长江那类查实对到越南。草法2年来，崔雄州崔雄市长林镇自民村委会小西村党支部正办周其他坑土类抓烂主题当时活动。受我那类活动，你们都连正办到北雄了。多次都试图包容龙川江，土类呢让他们找金沙江一头压进来类。龙川江有州崔雄州，土类呢习惯桥断面要固控考核检测断面，要用奥查林狗抓当地。到那类往那都要比最集中的地质战类还要高。这后来就是在治理以前呢，就是一米相当的山高，那个水相当的缓，就是我们高山的旱类呢，要头知道治理或干要按连着很，特别山的旱类呢么按多做好久，左南挖白路，从小桥到对那找的旱类呢就高呢。自从奥查林狗一路。崔雄镇同他们办南龙类站处理厂体表改草，他配套公安建设类诺，自家南龙莫的类站自己招募混土类，展手实现镇社区北极往那关他保分土类责任制，门口门前土类的抓烂，莫不着欧战到古类就多就烂加领土情，要狗抓战到的南龙后类强东强照。集中办土类类环境灵活检查，试图查出鸟活类老酸就刷抓刷的违法行为呢。鸟农村挖了狗不路断面检测考求，一路路里都检查的类容之中。2019年，我们龙川江实现。像奥查林狗抓就挖造的旱类呢，类查实多，像奥查林能够类都打造老类水质考核目标。从最集中的类做领土测试，龙川江类生态的批查，主要云南试图治理它照顾类环境的一年考。云南莫处理中最集中的类但挖穷开头，总高莫的类治理测试多，试图蒙办整作类诺。像奥查林狗抓长江保护修复攻坚类诺，莫口照云南的北路列支类断面整作类诺，完得一雄半大。像奥查林很高，草路断面对类端干沙多。云南总高土类特色，坚持总高没的问题，它样板的类诺，严格落实百姓一旦入数，坚持办占有环评、规划环评、项目环评联动，试图抽制或占制，蒙整治两土类它活类、学桥采样、学挖贼、学石类、选就耍的问题呢。试图蒙办整治对类个最集中，保护好类，整治工业引起类站处理专营，保护环境，整治南龙类站，整治对超过遭类站蒙混土类对专项行动呢。办了四川云南欧陆省多户执法，试图导弹长江土类引擎图环境违法违规活动，为长江生态环境打脱摸得独特的保障。那作为上游省份呢，我们要担起上游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近年来，被我一路鸟着后类的身份，被要鼓励包容后类生态环境认证。继续南路检测的数目下达，被云南省金沙江鸟着交通市水富市的3块石断面，头的木类往那保持鸟欧类内容，保证至云南头的木类查个市。每一查多年得到容老研究，路内不环境过。每一查多年到下达要长期内，但过指导、指考、制约。关南县像那么这就不上的6里翠，就要我那里一头断内，同那比较多次一什么山。6里翠要关南县连城镇陆松地潮的断内，至3年碰到根，但款几档开头你都碰了到。6里翠下达。头年末能够到熊到猫抓，就抽好多路上的鸟，到甘南所参考那头你奥查到，头家知道我多种课，到甘南就提出手路啦。6里翠土不头下卡都什么的，头家6里翠同面查下真要，我能找你很，你出没要花时做他。
你抽着桥猛桥走用波，开对方桥工，是说讨你的女儿。到个男人我到种子多了，你就莫乱识破来牛吹吹他，落他好什么？我来你们扎头，桥工的人都只需躺着来烂了。做话呢，你都识破了，被强豆腐过来牛吹吹他。6里吹下的，华南国家政策中了，你到处城镇短程低保，他传路曾经能补助。我能怎么问题？东查拉路大莫抓起，华南一些指头短程路能我到长度路。东查他头发都中到说，路路里都莫所在，但款你知道现州，一须出州桥、蒙桥工、桥州有炸出的人。6里吹下的，你过来应当能限制住，还是要到口大路能才要花容话。今后呢怎么葫芦话啦？绕的呢来桥谈合适，转到就要么得连着绕闹，到开车了才么话的，莫得话到路南就可以桥包够啦。到做梦呢，6里吹从来知道还落投资，就要三大知道加顿话莫要花容的能话。大下大节目参记，但款你那三大，年头超能超脱都要一样嘞。到头投资困难问题，你都知起，只管莫做还多。都闹你都耍乱，从6里吹收节，被沙布一头短人支起支凑，莫沙老瓦路人，要花沙布那熊差来吸凑精神，知道只靠真肯，找到沙使用半大口大。另在印加那头，要找吸收性新加工业引起来，云南英茂碳力有限公司漫画收成，这么抓印加那咋来结光抓？要求抓碳到那口中。一路路车下周对那车管抓正头头机，葫芦球抓碳机器开运动程，对管抓通过摸抓头瓜摸后对一道道挖法能，最后挖成被刷碳。照他们报道，像2309做像2309抓碳管抓只像2309甲209周动态抓，也我那抓做像2309路包列杆。英茂公司抓西凑马里坡、马关、关南、盐山，他纹身来管抓，一路转要到包差100吨前去，收管抓1吨要包把只求来炸，即管抓呢划算要抓只求1万吨。被公司华南么9万以差么管抓，印抓呢咋来结管抓，抓呢咋要到只求1万吨，抓要到9万只差吨碳，上来也莫要到北极来炸。为我多种莫得管抓抓谈合适，公司要头还知道抓管抓，就我多种门板配次短行，警察各种机器得准备内容呢。落来抓警庭冇得反他内容，保证莫结管抓呢一话抓谈合适。我那里透过给龙碰，被一次头给一骆驼，这难。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学苗语。今天我们来学一句常用的生活用语。去年苗语是这样说的：这呢，请跟我一起说。去年，这呢。这呢？去年他回来和我们一起过年。这呢，你找龙头被我给闹炸。今天的跟我学苗语就学到这儿，再见，甚至了。让人把规定能站好，我那里蒙差就还装的呢，甚至了。